接住上次講東山洋樓嘅故仔，今次帶大家尋找一下老東山嘅五大名園：葵園、春園、簡園、明園同埋御園。跟住我支旗仔由恤孤院路出發，第一站就係紅磚綠瓦嘅葵園。呢座3層高嘅西式洋樓呢，就夾喺中共3大會址嘅隔籬啦。咁1922年由美國華僑馬卓文起好嘅。咁最搶眼呢，就係正門陽台兩側嘅羅馬柱啦，同山花上面嘅灰塑1922嘅大字。咁舊陣時呢，庭院入邊就種滿晒蒲葵樹啦，咁街坊們好中意就叫佢做葵園。咁而家葵園呢，就變身藝術館，定期呢就搞展覽任人參觀嘅。紅磚拱窗隨便影呢都係大片，後生仔呢打卡必到之處啦。咁講到1922呢一組數字就緊要啦。當年中共3大選址就係喺對面嘅矮瓦房啦。咁一嚟呢就為咗安全，二嚟呢就係靠近葵園呢個標誌，等啲代表可以認路嘅。位於恤孤院路3號嘅中共3大會址呢，就響1938年俾日軍侵華飛機炸毀之後，一路都揾唔到。咁直到1972年啦，老代表徐梅坤呢，就靠住當年望出去窗可以見到葵園呢個1922就鎖定嘅位置啦。咁直到2006年考古挖出咗長基先確認到。咁而家遺址廣場免費開放，記得去紀念館入邊睇睇珍貴嘅相啦。咁會址炸毀前嘅真貌呢，就一目了然。春園位於新河浦路嘅22至26號，咁沿住恤孤院路行到底呢，就見到啦。3棟並排臨涌嘅百年洋樓，樓高3層，中西合璧嘅建築風格，喺1920年代初呢，就由美國陳姓華僑所建嘅。咁1923年就成為咗中共中央大本營啦。陳獨秀、毛澤東、李大釗等人呢，就喺24號嗰度辦公，研究國共合作，起草文件。蘇聯顧問鮑羅廷呢，就住喺26號，連孫中山同廖仲愷都過嚟呢度傾過偈。咁而家22號呢，就做緊幼兒園啦。咁24號呢，就復原成為咗紀念館。1樓呢，就係毛澤東、蔡和森嘅辦公室，2樓係會議廳，重現當年激變嘅場景。3樓仲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嘅工作室。咁不過近期呢，就喺度搞緊修繕，入唔到去參觀喎。簡園位於培正路13號，由春園轉去培正路呢，米黃色外牆嘅呢一棟呢，就係簡園啦。南洋煙草大亨簡琴石起嘅3層豪宅，希臘柱配幾何花紋，前花園有噴泉。呢度曾經做過德國領事館同譚延闓公館。譚延闓曾任國民政府嘅主席。中共3大期間呢，毛澤東專程過嚟呢度揾譚延闓傾合作嘅。咁而家呢，就俾考古研究所用緊啦，就所以唔開放。咁但係米黃長襯綠琉璃瓦，加埋培正路嘅大斜坡，絕對就係影相打卡嘅靚位置。明園位於培正路嘅12、14號。咁啊，簡園嘅對面巷口刻住明園2個字，咁入去呢，就可以見到啦，2棟嘅紅磚樓，1930年代華僑黃作讓所建嘅。咁當年呢，四周呢都係竹林圍繞，好似世外桃源咁樣。可惜而家就風光不再啦。御園就藏喺自貝通津嘅42號呢一度啦。1932年由造船專家伍景英設計嘅，分東西2座。英式洋樓暗藏妙思，陽台吊鐘花裝飾，紅牆配綠琉璃瓦頂，完美演繹西曲宗詞。呢一位順德華僑就好威水嘅，設計過執信號、仲海號等軍艦。新中學嗰陣啊，仲幫過南海戰艦搞建設。咁啊，行完5大名園先知，東山幾百棟洋樓真係臥虎藏龍。咁大家探訪東山名人故居呢，記得啊着翻對舒服啲嘅鞋啦，因為東山斜路多，行到腳仔都軟㗎。